会这样呢？大哥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陷害？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，顾启成一定会离婚的。那离婚的话，贺锦熙怎么办？天哪！司徒，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，这件事情是谁在搞鬼？贺锦熙，这次我倒是要看看顾西城还会不会要你。西城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没有拍过那些照片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太太，那个清洁工真的是顾少的妻子啊？怪不得上回不让他去打扫卫生间，顾少那么生气，就让我去打扫了整栋楼的卫生间。这回算是说通了。你们说的假的吧？一个总裁的夫人怎么可能去当清洁工啊？哎，陆姐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跟你们说吧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顾总跟那个女清洁工关系不一般，但是我真是没想到，那女的居然会是顾总夫人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不就是麻雀变凤凰吗？人家本来就是凤凰，好不好？这兴许啊，就是顾总和夫人玩点小情趣。也没有想到，顾总还有这种爱好，哎，羞死人了。不是说顾少的夫人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这看着也不像啊。就是啊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那顾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。既然顾总能看得上她，那说明这个女的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唉，你们几个呀，小心点说话，万一被顾总听见了，小心工作都没有。哎呦，真是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都笑抽了呢。妍希啊，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哎。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嘛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喂，我问你啊，你说一个男的，要是看见了他妻子和别人的裸照，会怎么办？裸照？李渊，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老婆这样啊？要是我是那个老公，我肯定是离之前再打一顿那个奸夫再说。哎呀，那要是那个妻子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呢？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儿，那哪来的裸照啊？哎，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过，要是作为男人，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照片，100%生气，这不离才怪呢。这么严重啊？博雅，语言错了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你去到各大媒体交代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不利的消息，也能及时压下来。是。老夫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，应该是冲着邵夫人来的。别叫她邵夫人，她不配。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您先别激动。如果真的把她赶出顾家，
会影响您和少爷的感情啊。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他还要跟我翻脸不成啊？你看看他干的那些事儿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老夫人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，我也认为少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们都是怎么了，一个个的，让他为了迷魂汤了？不是，老夫人息怒。不过，请您仔细的想一想，自从少夫人嫁到顾家以后，一直都是本本分分的做人呐。如果她真的和别的男人有什么事情，那么这些照片又是什么人拍的？又为什么要送在您的手上呢？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老夫人，少爷不是说了他会调查清楚的吗？所以还请您再给他点时间，我想，少爷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那好吧，我再给他点时间。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贺锦熙就必须离开顾家。是。照片是 PS 的，技术还不错，阴影、光线、连接处处理的都很自然，可以说花了钱的。你们怎么鉴定的？靠谱吗？你猜？说正经的呢。我找的这个朋友，通俗的讲，可以说是阅片无数，所以碰巧这张床照他见过，于是乎就把原片找了出来，发现他们只是把小嫂子的头和这个男人的头 P 了上去，经过鉴定，所有的照片都是假的。这个男的什么来路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下小嫂子。我觉得这些照片和这个贱男人有很大的关系。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老婆这样？要是我是那个老公，我肯定是离之前再打一顿那个奸夫再说。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儿，那哪来的裸照啊？要是作为男人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照片，100%生气，这不才怪呢。怎么办呢？不能离婚呢。顾西城，有事儿啊？我想找你谈谈。